各位早晨啊，阿江，我係阿江。今日我哋拍嘅就係最新嘅爆旋陀螺。多咗好多張，睇落都好似發夢一樣。仲有呢一包，我自己用唔同嘅錢買嘅。抽牌，你出，好，佢出呢個，我就出呢個。今日嚟到 Pokemon 啦又，第一張最新嘅卡，穿唔知乜嘢紅，血係130，能力係30，而一個能力就係30。而普通能力就係3個，所有能力就係130力量嘅夠血。然之後弱點係應該係拳頭，然之後退出係3粒波，跟住係不良蛙，然之後就係7滴血，打交10。拳頭跳躍12加，退出係眼，弱點係眼，退出係1粒。第二張，防唔知乜嘢靈，9滴血，2個眼係鬼火5，弱點月球，然之後再推出2粒，跟住一個閃版又好渣嘅海馬，滴血係6滴血，1粒水係唔知乜嘢，2個其他就係20滴血，好渣。仲有好多。之後唔知乜嘢，唔知乜嘢比賽，21滴血，1粒鐵同埋兩粒求其就可以有100嘅力量，火加，弱點就係火，退出1粒。唔知乜嘢，呢英文嚟嘅。我終於都明啦，我朋友。OK， 我唔明佢講咩，所以跳咗去。呢個係靚嘅，呢個係唔知乜嘢狗。呢個係由Pokemon 贊助。然之後上集嗰啲講完嘅呢啲。跟住就開新嘅一包早晨，開之前就拆咗呢個唔知咩嚟嘅先。開唔到先。第一張係大舌頭全部大舌頭中文呢個咪就係 Pokemon
Pokemon PCG Pocket 嗰隻咁大舌口，大舌口就係100滴血，力量其他一個力量就係唔知乜嘢，唔知扣幾多滴血，3粒就係怪力50滴血，弱點拳頭退出3粒，然之後就係大口常開大口啊，2粒係唔知咩嚟，2粒鐵同埋2粒其他就可以發出100嘅血，弱點火退出1。第3章，第3章唔知乜嘢豆，總之係豆。退咗係拳頭，1粒就係拳頭30級，1粒葉同埋1粒其他就可以發出唔知乜嘢嘅120嘅力量。弱點火退出1粒其他，然之後白露的真心，希望大家留言話呢樣嘢係有用㗎啦。1、2、3、4、5，OK， 最後一張牌5安鐵唔知乜嘢，應該係牛嚟嘅。佢嘅力量就係佢有3滴130滴血，然之後就係鐵，跟住就係未來嘅 Pokemon， 然之後唔知乜嘢就係兩重唔知咩心，1粒鐵同埋1粒其他就係路唔知乜嘢60滴血，然之後退出弱點係其他，退出2粒其他，搞掂。跟住分類啦，首先伊貝，我哋係伊貝，然之後就係葉伊貝就第1、第2、第3、第4、第5。之後，其實佢係乜嘢咧？有寫嘅喺度，喺血嘅隔離。
不覺曉。第一張 V 先啦，之後 GX 跟住EX GX，然之後等你呀！大家睇下，哇，係咪咧？都勁㗎啦！咁呢啲卡咧，擺咗喺，咁呢啲卡咧，我係會直接擺喺呢一沓嘢度嘅。哇！係啊，媽。呢個真係好似話啤牌。睇下先，攞晒牌添。我有牌啦！催眠不急擾。哦。唔知道大家中意邊款呢？係呢款啦，但係呢一款呢，大家中意嘅話就俾朋友睇呢個頻道，而中意呢個咧就要訂閱我同埋 like 我。記住早晨，記住我係轉咗樣嘅，係用咗我個樣，唔係呢個樣。係型啲嘅。今集拍咗咁多先啦，拜拜。今集拍咗咁多先啦，各位，咚咚咚咚咚咚。